綁好安全帶未啊？內地樓市要起飛啦！內地樓市銷情熾熱，單係3月中嘅數據，上海二手樓已經成交咗14000幾宗，單日成交量創2021年嚟嘅新高，綁簽系統直接簽到 hang 機啊！北京3月成交破2萬宗，深圳更加誇張，唔單止銷量同比增長45%，甚至成交均價從5.7萬升到6.2萬一個平方，漲幅8.77%。呢次內地樓市升勢真係又快又猛啊！可以話真係築底嘅信號好強烈。以往樓市掉頭嘅信號呢，唔係話今日樓價1萬，聽日就會漲到2萬或者3萬，過程都會係先有成交量，然後再延續去價格上面嘅。例如依家上海樓市暢旺，馬上就會有一批業主即刻封盤，你係業主都會一樣啦。以前平平地冇人要就賣咗去算啦。哇！依家咁多人買喎，慢慢就會開始試下加價啦。我試下加10萬睇下賣唔賣得出，而家賣得出喎，另外又會加多15萬喎。一來二往，樓市嘅牛市慢慢就會出現啦。唔好唔信啦，國家統計局數據出爐，2月份70個大中城市當中，新樓銷售環比上升嘅咧已經有10個城市啦，持平嘅就有7個，而二手樓咧，北京、上海均有漲幅，深圳甚至乎連漲3個月。不但止一線城市喎，新一線重點城市幾乎都破紀錄。成都3月份第一個禮拜已經賣咗5000套，杭州單日成交3115套，甚至乎中山、珠海單係貝殼一個平台一日都賣過百套啦。不過都好多人會擔心，原本死氣沉沉嘅內地樓市突然間爆發，究竟係大牛市嘅起點啊，定係垂死掙扎呢？我覺得今次內地樓市真係要轉勢回升啦。首先各地嘅二手樓掛牌量急速下降，不但只有今次熱市嘅影響，內地政府從舊年開始已經陸續落場收舊樓。其次喺3月，內地政府又不斷推出加團措施，例如38號文、上海7條等。如果唔清楚38號文，可以睇返我先前嘅視頻。呢幾個政策可見政府今年救市嘅力度。不過我都要潑返盆冷水俾各位，今次升市同以往有啲分別，再唔係眯埋隻眼，個個地區都會猛升。以往我都有分析過，以後內地樓市嘅走勢會分兩極化，一啲細嘅城市咧就可能搭唔上呢班車啦。而中國日後嘅發展重點一定係粵港澳大灣區。而依家國內經濟正在轉型，一邊要外貿，一邊要實業。依家大灣區外貿有廣州、深圳、香港、澳門打頭陣，實業都有中山、珠海、東莞等等作後援。樓市黃金期已經初現，大家真係要把握好機會啊！